过年有未少民众返乡，嘛有真侪民众出国，为着防止非洲猪瘟传到咱国内，灾害应变中心早起是表示讲，这段时间会来加强机场的查验，嘛提醒民众唔通偷炸肉片入境，违规上悬是会当罚100万。过年底要到啊，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，而这期间机场出入境拢会加强检疫。真侪民众会趁假期出国旅游，或者是过年进前伫网络顶头买物件。为了要防止肉类制品入境，非洲猪瘟灾害应变中心特别召开会议宣导。指挥官强调，中国目前是非洲猪瘟疫区，英国查到肉品检验阳性率是高过其他国家，民众入境的时阵就要提高警觉。以现在的数据来讲，大概是将近9%点多哈，9.89%，光快要到10%，大概1成左右哈。那特别在这一次的春节期间，也有很多国人哈，就是透过小三通的一个通道哈，进到我们的国内的部分，特别去要求哈，我们各个相关的单位哈，在小三通的这些边境的一个管制呢，要特别去加强。除了入境的旅客，民众上接伫咧大年节啊，透过网络顶头买礼品，英国外国的电商平台买物件真好找到来源。农业部这届也招相关单位做伙来合作。那特别是这些跨境的电商平台哈，往往会宣传有一些肉制品哈，在网络上哈直接贩售。当你有明确的事证的时候，能够请金管会银行局这边哦，从账务端哦，能够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，哦，以利我们后续的一个查验。国内连续6年成功把非洲猪瘟查落来，目前咱也是东亚地区2个当中非洲猪瘟非疫区国家。农业部强调，非洲猪瘟若准爆发，除了猪农损失惨重，肉品市场总体经济也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应变中心强调，年节期间会加强检疫，呼吁民众唔通认为无协派温被防抓到，若是违规偷炸肉品，上悬会当罚到100万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